提摩太前書第1章。我是保羅，我奉我哋嘅救主上帝，然後我哋嘅盼望，基督耶穌嘅命令，做基督耶穌嘅使徒。我寫信嘅本兒提摩太，就是我在信仰地位真嘅來嘅，因阿爸上帝，然後我哋嘅主基督耶穌賜恩典、憐憫、平安本兒。我愛去馬其頓嘅事，是喊你留在以弗所。我希望你繼續咁樣做，因為有的人在嗰位傳假嘅教義，你聽錯愛命令佢哋停下來，你也愛命令佢哋愛標貼佢哋無影無跡嘅傳說，然後無窮無盡嘅族譜，因為呢啲東西會引起辯論天天，對了解上帝嘅計劃全無幫助。上帝嘅計劃愛通過信心才會了解。呢命令嘅目的係愛激勵愛心，愛心係對純潔嘅心、清白嘅天良，然後真實嘅信心所產生出來嘅。有的人偏離呢條，迷失在虛空嘅談論地位，佢哋想愛做上帝法律嘅指導者，總係連自家所講嘅也冇明白，連自家按自信所主張嘅也冇清楚。我到底人那係照規矩來使用法律，法律本來係好嘅。當然，我到愛知法律唔係為好人來制定嘅，係為嗰條不法，然後唔受約束嘅，唔堅強然後犯罪嘅，藐視宗教然後貪愛世俗嘅，吃野殺愛然後謀殺嘅，淫亂、男同性戀、販賣人口、講話了、作假見證、違背健全教訓等類嘅人。呢健全嘅教義係根據福音，就是勇敢砍得真相嘅上帝交託我宣布嘅。我感謝屬我力量嘅，我哋嘅主基督耶穌，因為佢看我做中心，指派我來侍奉佢。雖然我頭擺誹謗佢、迫害佢、又侮辱佢，總係我得到憐憫，因為嗰時我唔信佢，唔明白自家所做嘅。我哋嘅主賜我豐盛嘅恩典，本我得到同基督耶穌結連嘅人，將有嘅信心和愛心。基督耶穌降世嘅目的係愛拯救罪人。呢句話係真實嘅，堪得完全接受。我係罪人中第一壞嘅，總係呢就是上帝憐憫我嘅原因。愛本基督耶穌對我呢罪人中最壞嘅，顯出其完全嘅忍耐，來本基督後來信佢、接受永生嘅人做榜樣，因尊貴老勇敢，永遠歸本嘅萬世嘅君王。就是唔會朽爛，人看唔到，獨一無二嘅上帝。阿們。我嘅來提摩太啊，照頭擺所傳關係你嘅意念，我將呢個命令交託你，你要用呢條話做武器，來打一場清淨嘅戰爭，要堅持信仰，留清白嘅天良。有的人棄切自家嘅天良，佢哋嘅信仰就像船嘅沉鐵，其中有希米乃、和亞歷山大，我已經將佢哋交在撒旦嘅手中，我本佢哋學會唔敢再誹謗上帝。